点上新的消息，苏花改今日下晡4点正式通车，公路总局特别办一个从国防坑内底圆梦通航典礼，这个名叫做3228天要来圆梦。现场上新的情形，连续记者陈医生来传来了解。医生。好，主任观众，苏花改历经8年多的工程呢，终于要在今天下午4点的时候全线正式的来通车。另外，公路总局呢也在今天早上特别在苏花改的古风隧道来进行这个通车典礼。那么早上呢也邀请到原住民团体来进行表演，揭开序幕。那么稍早呢，这个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交通部长林佳龙也针对日前学者提出的春节苏花改有可能会塞车长达8个小时的这个状况呢，做出回应。来听稍早访问。去年我就已经宣布，我们在除夕的前一天就开始弹性放假了，这是新的做法，希望国人同胞早一点安排，可以方便的时间出游或者回家。同时，新的路网完成，难免一开始有些不适应，所以我有拜托交通部林部长以及内政部徐部长，警察方面先做规划。其实苏花改通车之后，原来的苏花公路也还是可以使用，只是我们会把这些大型车跟这个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机车自行车啦做一些分流，那走地方的跟走这个长途的也可以分流嘛。所以给大家更多的交通资讯，很多人就会做好自己最有智慧的这个交通的行程的规划了。苏花改的工期呢是长达了3228天哦，工程总共分成3段 ，A 段的苏澳到东澳呢是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通车了，另外 B、C 2段呢南澳到和平、和中到大清水，则是在今天下午4点正式通车。另外也要提醒民众，新开通的 B、C 段目前只开放小客车跟客运通行，只有在最南端的人水隧道有开放机车通行。下午要行进苏花改的用路人要特别留意。那么以上就是现场情况，主播。多谢医生。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这礼拜六总统大选伫要投票，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下早为伊故乡香港出发，要一路上北。下早接受媒体访问时，有上新的讲法。这个飞鹰的事故我们全体国人都非常的哀伤那在这个时刻做这样的政治消费真的是失格那我觉得对这样的说法对我们已经去世的人是大不敬对伤者其实也是对我们还在养伤的这些将领或者士兵其实也是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韩国瑜市长是应该要道歉。这个安全的规定我们都会遵守那我们也会按照这个安全人员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决定来决定要不要来决定要不要穿这个防弹背心。今天安全规定现在这个记者会才会穿嘛？上车会穿吗？等一下有等一下的规定。林静怡在表达的时候用一种错误的表达方式，以至于造成误解了那我再把我们的立场再重新讲一遍就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民主自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了我们不会因为有不同的政治的立场就把它视为是叛国那这个在民主社会是不会发生，也不应该会发生的事情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台湾嘛那我们的国名叫中华民国，那主权是在2300万人的手上那也没有更改国号的问题。那么第三呢，就是说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保卫自己的主权，还有保卫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拄则咱听到的是总统创文上新的讲法，针对这个议题，咱继续要来关心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下早来到中华体立法委员候选人洪宗实来辅选。针对民进党不分区立法委员林静怡的讲，统一是叛国的讲法。陈菊嘛讲，无同的政治主张，若是用和平的方式，这拢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做伙继续来听陈菊上新的讲法。第一个，我想民进党的中央，包括蔡英文的总统都有他的政治主张，只要用和平的方式，它都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我想林静怡，他也林医师，他也认为他这样的发言可能一时之间不能够诠释民进党的主张，所以他主动就辞他的发言人这个职务。那所以我想，台湾社会我们对言论自由的尊重啊，这是我们当年那个世代很拼命才有今天台湾的言论自由。我们会捍卫言论自由。会担心影响选举吗？在最后的4天？不会的，因为台湾人民经过那么多40-50年来，大家都是在风雨中啊，然后我们经过戒严、解严，到今天台湾的民主化，台湾人民都知道民进党对言论自由这个部分的坚持。谢谢。另外，这方面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伊某李嘉芬下早来到新北市辅选，伊先来到新北市陪林金杰落街扫票，再来到中和替区方瑶徛台。行程开始进前，李嘉芬特别接受媒体访问，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访问内容。我们今天特别来帮我们林金杰我们的未来的立委来加油打气哦。那我们都知道。他在担任议员的过程当中，最让我跟市长感动的是他对弱势族群的照顾，非常非常的贴心哦。那包括他把他的选举的补助款拿过来帮助这些这些比较贫苦的孩子。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跟我还有市长的很多的理念是很接近的，所以我跟市长都是非常希望能够。再帮他多多加油，我们也期待我们所有的民众真的选出一个好的民意代表，选出一个能够体恤民众的民意代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今天特别再来帮他加油打气，也要呼吁我们在这边的云林同乡，大家出来多多帮忙，就像当年帮助韩国瑜一样，拜托我们云林同乡。嘉宾，你这一区还有这个郭董的那个郭家军的李静怡，那之前琼阿姨也有说希望郭董能够回归蓝军，那你现在怎么看这样子？琼雅，对我们非常谢谢琼雅姐的帮忙哦，因为过去刚刚她并不认识，但是也因为她就是跟市长理念很接近，所以她很主动的就来帮我们在高雄行销哦。除了帮高雄代言观光，我们办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琼瑶宴，那也获得很多很多的观光客的赞赏。所以我相信我们台湾其实，在用更美的人文来吸引更多的观光客哦。那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支持的对象，我们都给予尊重，好不好？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期待，就是说你可以跟家人合体，所以1月9号会跟家人，还有就是跟那个韩冰会来是吗？没有，那个是不要只是大家的期待，那只是大家的期待，没有。2020总统大选这礼拜6要投票，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决定在新历1月7号要办凯达格兰大道的造势活动，希望让国民党的士气再撑起来，嘛让韩流会当再扛回来。详细情形，带您来了解。台湾民主政治非常的成熟啊，每一个选民基本上对于重要的大选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站在我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而且看到整个国家发展，我们发自内心的忧虑。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选民能够把选票集中，总统票投登记第2号韩国瑜，立法委员区立委投国民党所提名的区立委，政党票投国民党9号，这是我的呼吁，好不好？谢谢。
市长，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林静仪的叛国论，蔡总统认为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表达造成的误解，看起来是要淡化这样子的言论哦。而另外呢，林静仪的言论确实也是代表某一部分的人的心声。如果你当总统的话，会不会保障他这番台独的言论？如果当总统的话，在台湾言论自由，我个人一定会100%的保障。但是林姓的立委林静仪的发言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的内心深处的看法？这一点，蔡英文总统必须很负责任的跟国人报告。我再重申一遍，如果林静仪身为民进党国际部主任，又是蔡英文总统的发言人，他所讲出这么激烈的言辞，那意识形态这么的让人担心，是不是反映蔡英文总统？我觉得蔡英文总统一定要讲清楚，不能用林静仪所讲话可能被误解，把它糊弄带过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谢谢。好，谢谢啊，好。县长，昨天说到那个台湾中协会议上，国军怎么看？能回答一下吗？市长1月9号会跟李嘉芬一起同台吗？县长，下面国军的行程为什么取消？其他社会事要带大家关心的人，明道的阿兄一口罩3个人，互人发觉死伫咧台北市内湖康乐山步道。迄当时就民众报案，讲发觉到一口罩3个，其中老爸老母也有一个10多岁的囡仔无喘气，赶紧报警察。警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赶紧扣封锁线。根据进一步了解，无名的当事者就是艺人明道的兄哥，敢因为欠人上千万的债务，伊的某囝阿妈棍互人用缩大吹死，敢若是因为欠钱。想袂开，警察即马当日咧进一步了解，明道落尾嘛发声明，伊讲即个消息，互伊足艰苦心，伊安怎嘛想无，讲哪会发生即款代志？树林内底，警方扭起封锁线，监视小组红通天来到现场，翕相收集证据。因为平常时人真少，这条山路竟然传出有命案。代志发生的所在，就伫咧台北内湖康乐山步道。5号下晡点外，一个爬山的民众才拄上山无偌久，就伫咧树林内底发现3具的遗体，惊甲伊赶紧来报警察。警方来到现场查验身份，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姓林的查甫人，真明显是自杀。边仔涂骹搁倒着伊的太太甲伊的后生，不过2个人嘛拢已经过身啊，而且颔棍仔搁互缩大缩着。在内湖康乐山的登山步道，有民众发现一家3口疑似是在树林里轻生，警方到场发现，在遗体旁有一袋的束带，警方还要来厘清3人的确切死因。警方嘛来调这个姓林的查甫人的通联记录，发现伊的电话内底有甲亲戚朋友讲最近心情无啥好，敢若是因为伫外口欠真侪钱。伊的身份嘛已经互证实是有名的查甫明星明道的亲哥哥。现场有3具的尸体都已明显死亡其中2个是成年人1男1女，另外还有1名小孩。是不是真正因为欠真侪钱，才会来想袂开？伊的太太甲囡仔是安那嘛做伙行上路，各种的疑问，搁爱等警方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创路无采经过标示，台电互人讲害人倒车累残。新竹一个桥倒摆的人，伊讲因为路无平，一个袂知，伊阵啊摔倒伫咧涂骹，落尾才发觉讲原来是台电当日咧创路，做工程的单位甲路规个拢敲掉，才会规个崩塌落去。这个桥倒摆的人去甲破文，伊讲现场无保护设备，嘛无采做工程的牌啊，无派人来管制，无人指挥，害伊倒车的时，工程人员搁伫咧边啊敲洗。落尾台电嘛讲会负责刷落来赔偿的代志，路已经补好啊，刷落来会加强管理。一个奥多拜技师经过一条无平的路，雄雄跳一个奥多拜技师重心袂稳，就摔倒伫咧涂骹。拄好一台轿车要驶弯，差一点就要弄掉。搁来看一摆，这个画面真惊险。技师好好徛伫路面，无想到雄雄就滑倒。路面有个凹槽，那它是完全没有架设任何的警告的标志，三角锥任何的施工的标志都没有。那我就路过之后，一个弹跳就接着就摔倒了。受害技师起价将经过铺上网路，代志就发生伫咧新竹。伊讲台电伫咧北大路甲金华街口咧做钢线的工程，做工程的单位先甲担仔架扣起来，造成路出现耐凹。受害技师佫讲是安怎伫咧现场无任何的防护，甲施工的标示，嘛无派人来咧管制，就互人家己来经过，甚至伫咧伊刹车的时阵，做工程的人佫伫边啊规定在加。我们是整个是有做这个交围的，
当时第一时间去谈的时候，他要同意审判，赔4.2万元啊。所以应该这个是我们台电会在这个尽快会督促厂商。针对技术的指控，台电回应后续的赔偿会负责到底，目前嘛已经将路来修补好啊，未来嘛会加强管理甲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和桥倒摆有关系议题，这人互人讲厝边死都有无死冰刀，因为拄着这款厝边，互人讲为着要停家己的车，毋但是乌白耍人的车，煞来佫用花卡来占位。新北市土城一个桥倒摆的人，伊登去厝内，甲车插伫咧因兜楼骹的巷仔口，结果伊楼的厝边为着要停伊的自家用，对方伫咧停车的过程无细力弄到伊的乌倒摆，害伊的乌倒摆规去敲着伤。拄着这款的厝边，嘛互伊讲实在真歹运。刷完一只，刷落来佫刷另外一只，真骨啊，真够工，真无简单，将11台乌托摆拢总刷完啊！这个查甫人佫检查一个四周围确定会当停车才放心，敲来敲去，就是要甲车停入去遮尔下小的所在，真正是真考验技术。就算边仔有人斗相共，但这个查甫人也是弄着别人的车。你撞到别人车，也没有人下来看，对人家的车不闻不问。弄着别人的机车嘛，无来小借问，互人弄的机车车主实在是足生气的，铺影片来咧指控。这个厝边为着家己会当停车，根本都无咧管其他的人，毋拿大粗大旗来刷车，甚至伫平常时都会用花栽来咧占位。大家停在那是机车嘛，本来就是互相，可是你停汽车，那汽车不在的时候，怎么会摆花盆？但是互人指控乱刷车的这个1楼的徛家，长转去讲其他的车主违规停伫咧红线，而且巷仔内是公共空间，大家拢有权利会当使用。因为其实这个巷道是大家共用。他们违停在红线上，请问他们有没有这件事？转角那里有红线，但是只有差不多10公尺而已。违规停伫咧红线，确实是唔对。但既然巷仔大家拢会当停，是安那阁要用花栽来咧占位，一个停车的问题，闹甲厝边无爽快，嘛伤了感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栋老饭店拆掉电器，害厝边险险去伸到拳头皮，因为规个厝拆来了后，拢为隔壁厝边的厝。配合这间30年历史的饭店，因为伤过久无啥生意，决定要卖给另外一间饭店集团。要拆掉电器，初时下晡当咧拆时，规个乒乒叫、恁拢叫，刷来规间饭店90度起一边，规个摊起。隔壁透天厝的厝尾顶，互伊弄一个破坑，算算的佫毋若一坑破几落坑。该在迄当时厝主无伫咧厝尾顶，啊若无恐惊去拖走卖鸭卵。砰一声真大的声响刷落来，土沙粉都飞甲四界拢是，一时间规条路拢阴蓬蓬。这栋伫咧平湖的饭店，总共7层楼。4号下晡来咧做拆除的工程的时阵，规栋饭店90度斜起，卡着隔壁栋的透天厝。不要下去，不要有那个砰砰那个声音，才不会让楼下那边。厝主行一个行去咧楼顶，四界拢会当看到弯角的钢筋，厝内亲像是互人炸过，乱糟糟，规支楼梯拢是石头角，真无简单，行到3楼。还是3楼，3楼，裂掉的墙壁，就连便所的壁嘛卡出一个大坑，马桶嘛已经逼开啊，规个画面看到是足惊人的。结果他要敲一下之后，就整个临时就倒下来。就今天出来啊，伊就今天当时咧做拆除工程的怪手司机，惊一个起卡就走。其实按照原本的拆除计划，饭店应该爱由东往西来倒去，但倒去的位偏对北边去，才会卡着伫咧北边的透天厝的楼尾顶甲2楼。好佳在当时厝主无伫咧楼顶，才无人受伤。这栋捌陪平湖人行过30年的饭店，完工的时阵，阁是平湖头一间有游泳池的关栋饭店。如今因为又阁老又阁旧啊，无啥物人来哩住，才会来拆掉电器。无想到拆掉的过程出这种的状况，饭店的业者嘛表示会负起赔偿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古早讲了白啊，即嘛时代无共啊，有人伫咧4年前检举高雄仁武区这间公司连续2天偷排垃圾水，环保局一个调查确实有影，罚这间公司540万。拢总3个检举的人，因为是检举公司相关的企业员工，符合分科时的条件，奖金提悬到3倍。去年底拢总发216万的检举奖金，会当讲是规台湾头一件因为检举偷排垃圾水摕到真悬奖金的案例。发现工厂是在排放废水，污
不是雨水，很臭。那收集排出来废水，但是现场的味实在是足插片的，互人用要挡袂掉。4年前，高雄一间公司互人检举偷排废水，环保局查证是事实，3名检举人嘛，伫咧去年底得到100-200多万的奖金。总共有3个人。共同来检举，总共然后这个部分，这个发的这个检举奖金是全国第一件的这个检举奖金。其实，这间伫咧高雄林武的公司，105年4月，互人检举，连续2天违反放漏水标准以及细流排放，互人罚243万甲297万，累积540万的罚金。嘛，因为检举人符合考试人的条件，才会当领到这笔关键的奖金。它实际上是分期付款。分了好几期在付这个经费，那环保局就每一季只要你缴多少钱进来，那我每一季来检讨，然后就按照你的一个比例来播放的一个奖金。目前民众检举违反水污法案件，查证属实会当来罚10万块以上，业者一旦立案罚款，吸收的金额10%到20%会提来做检举的奖励金。这桩案件检举人符合工厂限制，也是离职的员工，属于考试人的条件，奖金上悬会当提到60%。检举人总共领到216万的奖金。若是全国头一件成功来发高额水污染检举奖金的案例，嘛等于是互检举人伫咧过年进前提早领到一笔过节的奖金。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关心天气变化，今年是相当，就气象专家分析讲，新正年伫要到啊，温度可能比普通时的数字搁较悬，新正年同款就会真烧热。不离个爱特别注意，西北起先有一波东北季风的路南，台湾北部会反天气，高温落到差不多剩18度。另外低温的部分有机会落到剩14-15度，一直到初10，也就是拜5，东北季风才会减弱。11投票日，敢若正方面，东半部小可落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有时阵侪云。休假天气真好，民众去码头边散步、骑脚踏车，不过这款的好天气，干那到8号，受到东北季风变强的影响，北部会开始变天，高温为25度落到18度，低温有机会到14、15度。预计这波东北季风的强度会接近大陆冷气团，一直到10号拜5才会变细。拜6投票迄天，各地大部分拢是好天气。投票日的话，它的温度上来说，北台湾的温度大概回升得个1-2度左右，大概高温来到20至22度。那中南部地区的温度大约24到26度，只有在东半部可能云量偏多，有限体性的降雨，其他地方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春节要到啊，天气是好也是歹。有气象专家分析讲，过年时啊到2月初，全台湾的气温恐惊拢会比平均较悬，要打破台北寒天到达上低温11.6度的纪录，机会可能无悬。也就是讲，今年过年会较烧热。东亚的这个冬季风相对是偏弱，冷高压的位置啊是比较偏北。农历年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要有比较强冷的冷空气的机会是不高。不过，离春节过一段时间，天气变数也阁真大，所以也是要阁进一步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伫要过年啊，今日特算盘要带大家关心安怎烫围炉菜上解会好，因为大卖场就办一个烫围炉菜试食大会，特别找头点来到现场，教大家安怎放盘。现场嘛邀请民众做伙来试食。拄则讲到今年因为天气较好，海产的购货量较稳定，海产类的价销比往年较俗。像讲大卖场进口龙虾，也有帝王虾，拢比旧年较俗5%。另外年货大家卖干贝比旧年较俗500块。过年爱食乌鱼子嘛比旧年较俗100块。随性的装饰一下，这样川味的泡椒卤鱼就完成了。交素时个放瓜葱啊45分钟，一道菜就做出来。做便的年菜经过方便，过年之前伫卖场办特别试食会，请民众来试看卖。好吃，因为小朋友也很爱吃，对，吃鱼和年年有余。买佛跳墙送姜母鸭限量优惠，赶紧来一套。那年菜优惠，今年买海产嘛真会好。气候慢慢的算是一个暖冬的关系，所以其实在包含了一些海鲜的一些商品，它的货量会更稳定。它包含它的传奇到来，或是它的本身在进货时间上也会比较更容易掌控得到，会比往年至少在优惠超过5% 左右。冷冻的龙虾一只800公克，唔免1000块；2公斤重的帝王虾1999块，干贝嘛是绝对袂有更加俗的1368块。卖场海产的介绍甲年货价啊大车拼。
今年年会鸡仔卖海产嘛变俗啊。像台湾的乌龟子的方面，由于今年的产量稍微多一点点，所以大概也跌了100块。产量的比较充沛的话，它价格就比较平稳。乌鱼子一皮的价小比去年俗超100块，干贝一斤嘛比去年俗500块，和销量加3倍到5倍，民众拢真期待今年的春节开同款的钱，会当比去年价格更加青草。记者综合报道。一位生来到，两位生无到，带队几台员来行透透，继续要来看到这是嘉义林义潭水库，会当讲是北中溪欠水的水库，欠水量超过2500万立方公尺。为半空中一个看落，那亲像是千岛湖同款，千变万化。另外，还有这个科技岛的形，互人看甲嘴也开开开。空中的摄影机伫咧天顶，就会当看到科技岛的形，佮着只科技爬上花，画面看起来真壮观。佮继续来看嘉义林义潭水库的美景，体验亲像是蜡叶飞伫咧空中看落去，来感受这个美景。青莹莹的湖水配着远远所在青翠的山林，映出真优美的山甲水的景色，互人看了心情是真好。摄影师讲，想要翕到安尼的美景，只要有心，其实袂伤困难。不用太高，它就云层就在下面，那所以这样的画面还蛮好看的。林义潭水库伫咧嘉义县番路乡，属于北江溪二泽水库，有效的清水量超过2500万立方公尺。目前清水量达到70%，水位拄啊好，就会当看到这个科技岛的形，看起来特别水。它满水有满水的样子的，可是它在缺水或是说水比较少的时候，变成我们想象中的鳄鱼的手跟脚。若是爱拄运气，水位若是伤悬，也是伤低，拢可能无机会看到科技岛。毋过，煞会当看到另外一种景致风光。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乌英直升机失事了后，民进党全面暂停竞选活动，停3天。为今仔日拜一起，民进党的头人开始发动辅选行程。行政院副议长陈其迈今日伫台北市各政区替民进党立法院候选人吴怡农来徛台。现场上新的情形，关键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观众带您来关心选战进入最后的倒数黄金周，而在北市非常激战的选区中山北松山区，民进党的立委候选人吴怡农今天找来了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来陪他车队扫街，带您来看稍早现场情况。那我相信以他的国际事务的经验，跟对国防事务的深入的专业啊，我相信一定可以让下一个世代我们的一个国防改革能够有更大的助力。副院长全台都很重视国防，但是韩市长昨天在造势的时候提到黑鹰直升机失事，他说是台湾国运不昌隆，还说是台湾是中邪了吗？你怎么看这样说？我想国人都很难过，而且是国家的不幸，那不应该在伤口撒盐做选举消费啊，这是劝韩市长啊。副院长你怎么看？我一向觉得我们选举跟做人一样，我们都要尽量的正面要做有建设性的事。那这一次的失事对家属、对我们的军队、对我们的国家都是很大的损失。那我觉得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这个事件拿来做任何政治的操作，更不应该把它拿来制造更多的对立，创造更大的伤痛。可以看到陈其迈副院长是非常诚心的把吴怡农来推荐给在地选民哦，而两人还特别提到是说韩市长在造势的时候特别提到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事情，认为这是台湾的国运不昌隆。陈其迈副院长他是认为说这样的说法其实非常的不恰当，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国殇，因此他们认为韩市长这样的说法非常不恰当，因此今天陈其迈跟吴怡农是异口同声来谴责韩市长这样的说法。以上最新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多谢新杰，继续要带大家关心上新的天气变化。这几天台湾附近一直透东风，另外北部的部分透南风，引起到西半部较无风，空气污染的情形就愈来愈严重。一直到明仔进前，西半部同款拢是较无风的情形。海峡的北方面，这个风扇会甲污染的物质为北边透落来。拜二进前，西半部空气污染的情形拢无法度较改善，都要等到拜三了后，空气污染可能由北部散到南部，中部地区可能会变较好。不离个南部的空气品质同款真歹，提醒大家出门爱记得挂喙烟，爱特别注意。
搁再来关心，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中国武汉唔知什么原因发生到病毒性的肺炎，在地卫生单位初五公布上新的疫情，又有加15例病例，即马拢总累积59例。传讲香港中文大学敢若有人怀着，附近的地区也有国家即马拢真紧张，南疾管署嘛扩大通报的标准，即马防疫的情形，赶紧来看现场重心。大家关心的武汉肺炎的问题，那昨天晚上我们有接到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个通知，也就是说武汉这边他们的不明原因肺炎已经增到59例，那另外其中7例是重症，那跟1月3号不一样的是4例变成59例，还有11例的重症变成7例。那不过他们增加了一个时间，就是说这些59例都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到12月29号发病的哦。那我们这边可以观察在因为从他们送给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里面，他们怀疑目前可能跟这个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感染源可能有关。那如果市场关闭，是不是可以降低或避免后续病例的发病？这是一个观察重点。好，咱拄则听到就是疾管署上新的讲法。加界人生加界消息来关心天后蔡依林台北上尾场的演唱会，昨暗日的小巨蛋上场，邀请到拄巡回唱山5月天来做特别来宾。主唱阿信和蔡依林台顶合唱，看起来两个人真亲，歌迷嘛一直看甲大声、喊声来赞声。其中一个查甫人煞雄雄下过护栏，要弄入去内底，上尾工作人员赶紧报警察来处理。听到音乐大咖就欢喜甲叽叽叫，天后蔡依林小巨蛋演唱会上尾场5月天来啊！甲主唱阿信做伙唱，两个人伫台顶的互动甜蜜蜜。其实啊，我们演唱会这连续11场嘛，昨天唱完，那每天演唱会下来呢，其实马上就是滑 IG， 要看公主今天的造型。哦，真的吗？那今天这个 OK 吗？今天这个喜欢吗？喜欢，喜欢，很喜欢。你们之前可能就是看我穿比较露嘛，对不对？嗯。那你们有看过我的胯下吗？什么？哦，天后实在真有魅力，演唱会唱到一半，佫发生意外。一个查甫人伫演唱会到一半的时阵，可能趁工作人员无注意逃走入去，佮想要下过护栏，互现场的工作人员挡落来。危险的行为，互别的民众拢惊到，工作人员嘛赶紧要甲伊带走，双方挽起来，一直到警察来，查甫人才冷静落来。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蔡依林让4年，佮一届伫小巨蛋办演唱会，佮小连续唱6场，尾啊佮雄雄宣布要加开高雄场，当作互歌迷的新年礼物。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方面特别来看到5月天巡回演唱会伫桃园国际野球场连唱11场，拢总成275000人来看。上尾场嘛已经煞场啊，团员大家拢讲真唔甘，特别阿信滚生笑，伊讲无唱演唱会日子，马上敢若会当伫咧厝内带囡仔。现场歌迷听到到底，大家就笑嗨嗨。上尾团员甲观众敬礼，感谢歌迷斗相听。天团5月天小连续11场的演唱会，伫咧初四上尾场，连续唱30几条这个单调的歌曲，现场是安尼热噗噗足热痛的。演唱会到尾声，这个伴唱曲是安尼唱袂煞，甲看已经到上尾一场啊，台顶的5个人嘛感觉真唔甘。马上当然觉得很沉重啊，为什么？因为在没有演唱会的日子里面，他就是一对双胞胎的爸爸，很辛苦。躲在那个休息室不想回去，我不要，结束了，你再也不是明星了，回来喂奶。抱着那个柱子，不爱了，再加一场吧。
拜托。马莎伊吉五人做迄个破条的模样，安尼互全场是安尼笑到要变过。主唱阿信更加感谢这段时间工作人员这么努力辛苦。感谢的是现场所有穿着白色衣服的工读生，连续11天哦，很辛苦。最后呢，要感谢今天来到这里现场25000位。陪伴我们，就是一起发疯、一起唱歌的大家。这个煞尾曲，上尾还佫倒拍唱转来，演唱会第一条歌《风光世界》。上尾所有的人大阿腰咧行咧，伫个现场嘛添添真侪即落唔甘的心情。甲统计这个5月天伫个桃园举办11场的演唱会，拢总成275000人来看。估计会替桃园增加6亿的观光效益。这个天团的魅力实在是无人挡会牢。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南韩金秋市的人气查某明星 IU 办巡回演唱会上尾场伫咧印尼雅加达，这一届特别安排保镖做业舞群，佫落去穿西米露的查甫穿甲挺挺，大家真拼死咧跳舞，和普通时严肃的印象差真济。马上欢喜甲变过，嘛有目睭真金的网友发觉讲，其中一个保镖佫替 IU 来敲头门箍仔，敢若是老爸伫咧照顾查某囡仔共款。南韩女明星 IU 伫台顶唱歌跳舞，毋过看卖啊伫后壁跳舞的人，过来查甫人穿西装干领大舞步，敢若有小看无对着音乐，因为因拢毋是专业的舞者，因是 IU 的保镖。IU 进前办巡回演唱会，上尾场来到印尼的雅加达，特别互保镖来伴舞，大家拢跳甲真骨力，甲普通时严肃的模样差真济，互歌袂害甲变过。其实 IU 甲保镖的感情，为普通时就看会出来。伊捌伫 IG 顶的po甲保镖翕的相片，各大马将社团翕的相片，嘛常在拢会当看到伊的保镖。去年11月底签售会顶的保镖对 IU 的造型嘛足保护的。因若真细腻替 IU 调整头鬃箍仔，佮斗三共超甲伫头鬃顶的揪揪，看起来就袂输 IU 的爸爸同款。佮有 IU 主动要甲歌迷握手，毋过歌迷煞敢若毋知影的款，一直到后壁的保镖斗三共提醒，才顺利握手。敢若会当讲保镖做甲袂输哪能舞咧，嘛互歌迷拢真介意伊。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中央电视台跨年到达时间播出精彩无人机电火表演，本来官方宣传讲是半暝翻点转播，结果即马煞互人逼讲拢是假的，是先录好的。因为迄一天上海现场民众讲到2020年翻点的时，抬头看半空中，啥物都无。2020这个到就出现真侪光点，排第走的人形2020，甲对望者的你，跨年暝迄暗上海天顶的无人机器灯光秀实在真水。透过我们现场的信号，我们看到倒数已经完成，问候一下吧，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中国的民众看中央电视台跨年转播，2000台无人机器伫上海浦东新区天顶摆各种的图出来，有够水的。不过即马煞互人逼讲，无人机器的表演拢是先录好的，因为跨年迄天半暝啊，上海现场的民众证实讲天顶啥物都无，无放烟火，嘛无看到无人机器。甲代志逼出来的上海在地英文媒体上海人讲，因接到民众翕的迄当阵的影片，上海浦东新区的灯光敢若是死一个尔，根本就无人机器灯光秀。新年快乐！这是我们送出的2020年的第一声祝福和问候。看到无法度去暗卡嘛，承办无人机器灯光秀的厂商才出面承认讲，这场表演早伫28号就先录好啊，是为着要有全世界上完美的直播才会安尼安排的。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嘛出来替因讲话，讲无人机器灯光秀倒一天表演拢无要紧，会当伫跨年的迄个时阵打造欢喜热闹的气氛，才是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来欣赏跨年演唱会，即马拿个健康机世代个便利，不管是拢会当听会到，时段嘛要注意，因为美国一个囡仔一个无细理解吞落去巴肚底。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
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式红白给你核弹级卡斯。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嘛常常讲会到，这日就是火。火本来是讲炊事煮食的代志，像咱讲火夫、火室、办公火啊，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这就是做伙。做伙会当讲是斗阵、做阵相夹，像咱讲，咱两个人做伙来参加活动。另外，做伙嘛会当讲是生活方面直接来去，唱歌词有缘无缘，大家来做伙。第二个词就是伙食，伙食就是粮食、食食的物件。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即摆真侪时代，因为时势拢伫咧外口打拼，家己一个较孤单、较稀微，就会小少来到食堂做伙来食伙食。料理毋若好食，嘛足大心。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火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哪个耳机世代个便利，时代都要特别注意，唔通互囡仔吞落去。这是咧美国，一个老母买苹果耳孔机送给7岁后生来做元旦礼物，结果囡仔无细腻，含伫咧嘴里，刷来刷吞落去。该在送去病院了后，已经无啥要紧。也毋过，互人爱笑的是讲，囡仔烦恼耳孔机若是来接手机啊，伊的巴肚可能会放送音乐，互老母听到到底也好气也好啼。透过电光会当看到一支幼幼长长的物件卡伫咧患者的胃内底，这个形那敢若亲像有名的手机啊品牌塞出来无线耳机 AirPods。 Kira Stroud says her son accidentally swallowed one of his AirPods and she had to rush him to the emergency room. 原来美国乔治亚州一个妈妈基亚拉进前送一组 AirPods 给7岁后生做元旦礼物，无想到后生竟然将耳机含伫咧嘴内底，无注意就将伊吞落去巴肚，惊甲伊赶紧将汤开等咧，赶紧将后生送病院。He was very nervous. He's like, well, he thought he was going to be in trouble, so, we just kind of assured him that it's okay. In a few days, it'll pass through. 好在再经过检查，这个查甫囡仔无啥物要紧，医生讲只要等几天，耳机家己就会排出体外。不过这个查甫囡仔这几天真紧张，完全唔敢挖这个手机啊，因为伊烦恼耳机会自动连起手机啊，伫伊的巴肚内底来放音乐，互妈妈听落实在是唔知要笑也是要哭。Or get the regular old-fashioned headset. That's what I would suggest, because anything could happen. 经过这件代志，这个查甫囡仔妈妈表示，一直到伊的后生大汉进前，拢不准伊搁再来使用这种耳机，就惊有这种情形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真侪人特别爱食火炭香鸡古早味。休困了后，就要带大家来食这味。让我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式红白给你核弹级卡斯。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生活有够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1
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到真侪人特别介意火炭烘鸡的古早味。一个少年头家自细汉伫咧屏东大汉，上介记忆就是走去外口控窑烘鸡滋味。伊开店创业的时，特别用红砖仔来起窑，用冷警茶来烘鸡，烘出来鸡外皮酥酥脆脆，肉质饱甜又搁甜。伊本来是咧食银行的头路工课，落尾改道，拄开始嘛三无路，开店10年，餐厅才慢慢行着脚步，搁再开分店。红砖仔起起来控窑，哪烘哪称白烟，这是即马伫个市区真好咧看会到的场景。从小是住南部，那我们就是小时候就是6日啊，没事的话我们就会出去控头油啊，怎么干嘛，就是其实那个味道就是跟小时候记忆就蛮像的，但是就是可能现在的都市已经没办法说让小朋友去常常有出去户外去控窑，可是就是吃的话，多少可以怀念以前的味道。这道烘甲金车的控窑鸡，一个甲芳上岛，外皮烘甲油金搁芳酥，啊那鸡肉是安尼幼稚搁青甜，安尼互人看到嘴软水强要顶落来。很香，有它那个木头的香气，然后你再蒸上它的鸡油，你就沾每样东西味道都不一样。这是肉烧针，不是我贪心。这道鸡肉单对火炭火烘出来有特殊的香气。那甲混一个鸡油做伙来食，安尼食着就口卡着滋味。比较新鲜啊，对，然后皮也很脆啊，然后肉很多汁。我们这都是放山土鸡，然后它的体型也不会太大。过来甲卤一寡味啊、高水甲醋，安尼鸡皮才袂烘甲伤硬烤。为着要做出囡仔时代迄落少年的滋味，那家务真讲究，唔能拣较好的鸡肉，嘛真坚持都要家己起窑来烘鸡。烤肉一样，我们用木炭的话，它的味道也是比较香嘛，比较像古早味啊，比较有我们一般以前童年回忆的那种味道。几号？2号桌的炒鸡。还不好意思，我帮你算一下。甲拄烘好的鸡随甲芳上岛，那家务的大舅啊林启纯，伫伊创业的过程内底嘛出真侪困难。我爸就是要跟我们讲说，你就是要薄利多销，对，就是给客人一些CP 值高的餐点这样，所以后续就是才有用这个理念越开越多。做食已经有14年经验的林启纯，甲因老爸家己的餐厅经验，甲做生意的美感，卖厂部来分享给小妹甲妹婿。其实运气也很好，然后就是因为我老婆他们家的，就是有一些知名度，有些品牌，所以我们在开的时候会蛮多他们的客人过来捧场这样子。那捧场就是我们也要靠我们就是去把客人再留住。慕名而来的，特别指定我们的那个旅游公司啊，特别要中午的话要来这家吃。好，请慢用哦，谢谢。食饭时间一个到，就算讲是平常时，人客嘛是坐甲满。有真侪人是对外围啊要来遮试滋味。伊这10年来，含牵手的画家做伙来拍拼。目前因已经拼出10间餐厅，那家务嘛来完成当初伊甲牵手创业的愿望。记者综合报道。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就要到来。
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生活有够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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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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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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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六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下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鼓励。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照跑？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歪脑筋！南韩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本周4晚间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你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周一到周五消费情报站，好你生活有够赞，有依林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台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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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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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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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10万。那就由我来做终极美味的炒面吧。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岁末巨献》，每周六连播1小时，12月14日起连续6周，锁定播出画面、人物图卡，并上网填答，就有机会抽中精美好礼。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六下午6点到7点，全程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强档动画《蜡笔小新剧场版》。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
决战2020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下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古力。超乎想象，颠覆经典，今年绝不容错过的降妖喜剧《花游记》，看帅气孙悟空如何爱上美女唐三藏。你怎么算准我刚洗好就立刻召唤？他们之间痴痴的爱又是如何让牛魔王气得牙痒痒？再从头来一次！你少动我脑筋！南韩史上最鲜的卡司即将登场，1月1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花游记》。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当人民头家。1月11日，我们能决定谁能为我们发声。1月11号，让我们一起决定台湾的未来。决战2020，开票看台视。本周4晚间11点，《延禧攻略》精彩最终回。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凯旋归国的宋智强。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3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这是高雄林园区湿地公园加线尾一个无用的气温啊！最近看到上万只颠倒头起海堤，规个目睭睭，嘛写真侪人特别来这要来欣赏这个场面。即马我海堤大生团过一段时间，不离过两个所在数量已经比往年较侪，可能会破纪录。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